世外桃源五行之氣，係丹陽修煉之聖地。仲記得荷里活個巨片《阿凡達》嗎？雲海先生嘅世外桃源係回歸大自然嘅靈感。呢啲唔係片場嘅佈景啊，係真正廣西雲海啲針山嘅世外桃源。考古600多年，龍脈煉丹嘅聖地，世外桃源嘅天人感應同埋天人合一嘅修行嘅聖地。而家我哋由考古學古典文獻去查看600幾年前嘅丹爐山嘅修養嘅聖地。丹爐山係由一條延綿不斷嘅龍脈所組成。丹爐山整體咧就好似一個陰陽太極嘅形態，中間嘅峽谷咧好似太極圖嘅 S 嗰條曲線，右面咧就係陰，左面咧就為陽，煉丹爐即係外丹，同埋內丹修煉嘅聖地咧，都係喺左邊純陽嘅龍脈匯集地上，真正係風水嘅寶地。而家大家睇到嘅咧就係三山赤水宮嘅位置，真正好似世外桃源嗰個丹爐山。而家呢個咧係上山一個關口嘅位置，大家可以揭開神秘面山由天門上去。丹爐先生而家等緊你哋嚟。丹爐先生真係一塊五行之冠嘅修煉聖地。而家大家睇到嘅咧係一條神仙玻璃嘅索橋，橫跨咗兩個山頭。一條環繞着山邊懸崖嘅神仙玻璃索道。世界唔同嘅地方，好多考察嘅團隊都嚟一齊去揾呢條龍脈風水之地。而家大家睇到龍脈嗰個匯集地，同埋去到煉丹爐嗰個龍頭嘅位置，沿住嗰啲石級上去咧，就可以去到古代煉外丹個爐個位置。呢一款就係坐響個火爐
個頭頂個古代連外丹嘅爐頂，呢啲就係已經練成咗嘅金丹。呢啲咧亦都係練成咗嘅長壽養生丹。傳統嘅內丹醫學術，乜嘢係修練嘅聖地？堪輿之學，五行之極，修練之決，風水之地。傳統內丹醫學術修練嘅聖地咧，一定要有陰陽五行之氣，大小宇宙之氣咧就即係陰陽相對啦。咁木就為肝，金就對肺，土就為脾，火咧就對心，水咧就對腎。五行之木氣，即係天然嘅古樹。好木嘅元素咧，就一定要有千年嘅古樹。由五行壯象學陰陽比對嘅木元素咧，就歸藏於肝。最強大宇宙能量嘅金氣咧，就係隕石。丹徒山有自己珍藏嘅天外來客嘅隕石。丹徒山仲有好多帶金屬元素嘅礦石。五行壯象學嘅金元素咧，就歸藏喺肺。最強大能量土氣元素嘅礦物質就係水晶。丹徒山仲有完全未開發嘅山窿，隱藏着好多帶有極高醫療養生效果嘅土氣礦物質。五行壯象學嘅土元素咧，就歸藏喺脾臟。最強大宇宙能量嘅火氣咧，就係太陽，亦都係電磁場。嗰啲宏偉高山喺上面隱藏咗比較強嘅電磁場。大宇宙嘅電磁場咧，直接會影響到我哋小宇宙人類嗰個電磁場。即係話，太陽嗰啲電磁場咧，係直接影響到我哋人類個大腦個波頻。另外一種影響到我哋人類心身嘅健康係地球中心熔岩嗰個火，亦都可以有人叫做龍脈嘅土嘅地氣。仲有咧，帶有各種火氣嘅溫泉水，係對人類健康咧有好極高嘅養生之道。五行壯象學個火元素咧，係歸藏喺我哋個心。大家唔好唔記得，水亦都係萬物維持生命嘅重要元素之一。
丹徒山嘅長壽嘅礦泉水嘅源泉呢，係由山洞裏面深處流湧出嚟嘅。丹徒山景區嘅世外桃源嘅河道，環山面水真係修煉嘅聖地。喺五行藏象學嘅比對呢，水嘅元素呢係歸藏喺我哋嘅腎。古人都有講：吾善養吾浩然之氣。丹徒山五行之冠修煉嘅聖地，而家慢慢呢俾國際醫學界發現得到啦。丹徒山為世外桃源、五行之冠修煉嘅聖地，而家慢慢俾國際醫學界發現得到。國際知名醫學嘅研究，梁恩貴教授帶領嘅古代中華內丹科研群組，希望喺回歸大自然嘅環境之下，建立一個天幕嘅研究基地。Rise, sing, rise, sing。呢度咧，大家睇到梁恩貴教授帶領不同國籍嘅病人，教導佢哋我哋2000幾年中國霸王隊13世開會水丹嘅內丹功法。梁恩貴教授喺世界各醫院大學教授西方嘅醫生，我哋中國嘅傳統中華內丹醫學術。梁恩貴教授喺完全唔用藥物之下救醒昏迷咗年幾